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呢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嘅那个白话文章，让佢改编成成为一个戏剧文章，一个非常嘅重要哈。是实时嘅凸显一个文章片，同一个实时嘅凸显戏剧片，课文一词一语。一个对照录音 T38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研究一个非常古老嘅一个故事啊，可以讲到非常有意思。话讲双脚闽南嘅双脚料，宋嘅白讲古，实时嘅凸显文章片。本文是客家白话语文教材之一咯，客家人相当重视一个文风教育，但是在70年前，公杀学校冇普遍啊。为了补救文风教育嘅不足，百姓民众就从私下利用暗部头，聘请汉文先生来打压学，教读书这个汉文，南浦讲唐书啊。当时闽南激动双九了嘅宋嘅帮朱和松先生，双九了朱和松先生呢？现世生呢落来，对客家汉文非常有研究，有专精。就在一个太当了郑顺金先生嘅现一个屋卡来教客家语文，就是三字经、十四宪文、穷人有学。7言插诗等等的唐书啊，也就汉文。孙爱白在上给不了暗含上篇更有一太高的嘅那个谱，平时爱去工作，诸位登上就本给不了的廖登友先生啊，也有话，有去十足。有请来十足，十足是两啤酒、米酒、六度就讲起一个餐呢，当时别炸，本人啊，就论述说嚟个。当爱神后难，听人讲故事，所以唐宋嘅白讲故有一日一讲，实时嘅最凸显。盘血啦，土同盘意思差唔多。有名讲啊，陈东京回台湾的故事，在各地方嘅大小小，冇道理，太妃为在冇个台门前都会摆一封，这个一堆杀死嘅。当时也都真实保平安的意思。本故事中嘅实时嘅两版在行模的为突出现来咯，也系一段相当神奇嘅故事。话讲一个头摆。有一个长道理嘅人，有一个长头嘅人，都系当压贼抢顾出家，当时心根本都系冇慈悲嘅事嘛。本天当国嘅神仙看来以后，都唔掉。就派一位神仙下凡来刺探，看那是一男几人都的
会有一个粒火尾毛，就是总可能就嘛有一个火尾啦。那位神仙摇身一变，就假作一个土色咧，一身着到蓝蓝宽宽，全身有白棉花，同是发出敌人味嘅，安尼个发出敌人味嘅趣味，嚟到一个钟头，一家一家去吐食，沙沙看到了位其实咧，都系屁股硬嫩，三多人人，无人肯拿东西本技术。最後面嚟到一間藍茅屋嘅人家，到你帶人一個窮苦人家，當呢位其實咧，向呢位窮苦人家吐實事，老阿婆就出嚟講。快些哦，快些哦！也好不卡拄好春到也一碗糜，一碗糜嘢，是安不呀？愛食咧，粥啦，啊，粥有很多糜，安尼好誒，咁一般本唔食。唔過無菜，就將鹽均勻嚟食好誒。當一位同一個其實咧適合人糜人粥以後，而就講睡夢安好心，人好心就好報，有好福好報，天然的多。三點佢有講，五點鐘頭又在節目，我做一個竹牌嘅本，當目前嘅實施凸顯出來嘅世界。規家人咧就愛窮快嘅，爽格格，爽係本咧竹牌嘅，一個地方會沉下嚟，連睫毛都會沉下去。除一個竹牌嘅行萬無一失，千萬要記得，目前嘅實施嘅。最突出現來的夜時間，就愛趕緊上竹牌嘅，變成竹牌嘅，但是並唔冇將消息傳出去，因為其實咧在什交代，無頭痛就是主角，救得人救唔得。講咗以後，一入目就變成一層人唔見起嚟，一個老阿婆心想，佢其實咧冇上係神仙變的啦，變的呀，一個老阿婆突然走上頭，當豬頭。暗部頭一日三多，都派假耶穌呢，是目前看啦，實施嘅嘢再有突出些來嘛，派耶穌呢，一日三多來到實施嘅再有出現嘛。
一个消息传开了以后，村庄人就起手一家人。渡河面前有一个卖猪肉嘅人，有一年打咗就愛來滅水魚，就將新鮮嘅豬肉豬血啪拉在殺死嘅在行，血流流流流，第二年就算打咗耶穌呢？來到廟前看啊，到殺死嘅嘢，再又吐血出嚟。耶穌呢，就趕緊走到兩腳冇得添，這個頭氣也唔遠，走歸復家向阿婆講：阿婆，廟前呢殺死。也在吐血了，吐血出來了。阿婆殺，就是緊緊就將含全家人上竹牌。同黨人看呢，都笑到好笑唔笑，笑六眼天公個日頭。你等看，天當個一石強人，那有可能會落太天也會沉下去咯。當一個老阿婆全家人上好竹牌嘅以後，一下嘅天色改變，烏天暗天，斜風斜雨，雨水沖用到位樣嘅每叫全莊就沉沒下去嘅。當老阿婆全家人坐上竹牌嘅全莊人沉沒下去嘅時節，老阿婆看到竹牌嘅邊有人同叫嘅吹嘅。討救命，也迅速將救命嘅人同叫嘅救起來，漂流向安全嘅陸地上去嘅。經過傳說之中，老阿婆安全到陸地，相當竹牌邊討救命嘅人同叫嘅。恐嚇生活下去，結為當中心輔助，但係人殺添兵血救命恩人，莫救命恩人，自然物理救命恩人，所以流傳一句：梧桐頭是指畜生，救得。人救唔得，也靠死。負心嘅一個人，同河洛話也講，河洛話又講咯，救糖唔救人，也一句話相當是一樣。一個故事，也就可以提醒大家：善事做多，壞事莫做。人害人譬如人，天害人100骨。一個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唔係唔報，時間慢多嘅道理一樣。平常以本文嘅以深洞見，中國冇洞見啊，非台灣嘅故事，佢相同，上一百。係咪農桑佢了一個漢文先生？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睇到咗一個白話文嘅讀法，有12點43分嚇，
接下来讲一个戏剧文章，让佢改成戏剧文章，一个对于线下推广客家话语地度嘅一个那个戏剧文章啊，说唱艺术啊，非常的重要哈。好，那个澎湃，一个双九六，一个宋一白，一个实时嘅凸显的故事，用戏剧片来表示本大家嚟知道哈。宋一白係本名係朱火松先生嘅師承嘅老太，大概面容雙九六，大約係1988年出世嘅。宋一白對於客家3事件是史憲文、瓊林友巷、七言插詩等等唐書啊，也就漢文，非常有研究同專精。平時農閒時節，暗不頭會睇睇堂了鄧勝金先生嘅副卡教大家學教唐書漢文。宋一白在上記不了暗含雙篇，更有太高位嘅譜人。平時愛去工作，有一年做些事，談到做些事，對於一個做些事嘅時節啦，談到天堂國嘅一個妖婆，叫一聲，天堂國妖婆就叫一聲，一唱聲啊，能記得講啊，一個11點嘅，在上下呢，妖婆有按到邊公調，邊公嘅，所以本期嘅腳頭，叔叔啊咧，就愛跪上叫了有卡，按拄好。在暗含頭，在上記不了嘅拄到阿友伯，本名按到了定友，在1900年出生，耕田種作以外，還精通鹽記，禿沙計禿，禿藥嘅沙藥計禿，阿友伯就講一個宋一白。讓我做案主咯，宋一白就講漢河講，頭前到在馬人度裡啊，冇看到日頭，何家在天堂國嘅妖婆，就一聲爭地的主嘅後邊講嘅，一個妖婆未擺到11點嘅時間就會叫一聲，係嘛？哎，不過來，所以藝術家嚟識做，一個宋一白都講啊，買太祖係咪？買太祖係咪？藝術都講，係係，我這位在每個白坑人嘅地方面，我家望人做，買太祖見主人白講嘅。肉氣肉料鹹，暖那咧，乾頭狀嘅米酒飯頭鹹過度。宋一白就講米酒頭飯頭鹹過度，加好喎。澎湃，兩個人一路行，一路打柴鼓，嚟到。上記不了有位同阿友伯嘅副教，宋一白本期腳頭變好些以後，阿友伯用下數班手掌一個菜難好些，將米酒頭飯頭寬出來，兩邊嘅米酒落肚以後，宋一白就講起。這個菜呢來談，
上一百讲啊，霎时的吐血故事有名，从东京飞回台湾，嘅故事有听过冇？啊，有不讲啊，冇听过。冇石头刻咧，霎时诶，怎样会吐血的呢？讲来听看下先呢。这个上一百就讲啊，阿伯，唔对嘛，那有霎时诶喎。阿伯就讲啊，有的话每条钱都有。上一百就讲啊，全国地方诶，大细嘅庙都里啊，天天都会有庙太门前。都会摆一堆霎时诶，当作镇煞保平安。阿伯就讲啊，外地系镇煞保平安咧。霎时诶，让为最方磨掉的，最会凸显咯。阿伯讲啊，安尼让按当神奇诶。真系奇古怪哦！上一百就讲啊，花岗头摆有一个长头的人，常常都系当压产、当私心，根本都系无慈悲心的人。不讲啊，环境造成的啦。上一百讲啊，本天天当过，神仙看呢。躲唔掉，就派一位神仙下凡来到此探看啊。一个人讲啊，一男一女肚里唯有一粒好的毛。也不讲，哈哈哈哈！天天神仙真会用嘅。上一百就讲啊，一位神仙摇身一变，就加咗。一个开始咧，一身作过蓝蓝宽宽，全身有白棉花，总是发出得人味嘅趣味。不讲啊，保证为本人局这位。上一百讲啊，来到一个状态，一家去讨食，啥都系看到一个。其实咧，都系屁股硬咧，衫都人人，冇人肯拿东西来本意思。不讲啊，刘面咯，一个上一百讲啊，来到一件咱毛料嘅人家，嚟到你ฮ็但係一啲ฮ็那个穷苦人啥。当日为开始咧，向日为穷苦人啥，讨饭食时，老阿婆走出来讲啊，坏事哟，也下不家都可存到1万足卖，迄人暗也到里爱食咧，安尼好诶。咁一般本色，唔过无菜，将手卷捻来食。不讲，因为老阿婆实在系好心嘛，好心肠哦。仲有别讲啊，当嘅为其实咧，食咧冷足以后。而就讲，什么安好心，人安好心，就有好报，福报随时就来天然来，天然多。啥人又讲，唔但总头又在夹，我做一个做牌嘅。本
当苗头前嘅杀死嘅吐血出来嘅时间，到几家人呢就爱穷快夹夹双眼本作为竹牌嘅一个地方会沉起来，会沉起来，连芥末都会沉下去。做啊在一个竹牌嘅向万无一失，千万要记得，苗头前的杀死嘅最吐血出来嘅时间，就爱赶紧上竹牌嘅，将武卡并讲唔好将消息传出去，因为其实咧在什交代，烏頭痛都主叫啊，救得人救唔得，要不講啊？講起嚟以後呢，一個仲不講啊？講起嚟以後，一霎目就變成一群人。其實咧唔見起嚟，一個老阿婆心上。其實咧，就冇上喺神仙邊嘅啦。不過過嚟咯，後來一個老阿婆搭熱早晨，當初安部一夜三多都派也數呢，去苗頭前看下殺頭時嘅，佢再要吐血冇。要不講啊？老阿婆也算呢一夜三多，來看殺死嘅再要吐血冇，吐出血來了冇？人家要罵一家人係兩個咯，不點咧咩？所以白講啊，一件事情傳開嘅以後，全莊人就收起一家人。都和苗頭前有一個賣豬肉嘅人，有一日大早就想為了咩水啊嚟，就將新鮮嘅豬肉拍拉出來，殺死嘅在行，血流，不講哇！讓位按高水人咯，所以我不講啊，天日早晨大早，假數呢看到苗前，看到殺死嘅再有吐血出來，假數呢就趕緊兩腳對話冇到添，呢個頭氣都唔遠，走過啦。想伊阿婆講啊，阿婆，苗頭前嘅殺死嘅再有吐血出來嘅呢，有吐血出來嘅有，阿婆實就將含全家人將竹牌嘅同黨人看呢都燒字，好燒唔燒。燒6日天公冇一頭，唔等看天當青色天，哪有可能落太雨？天會沉下去咯？當老阿婆，全家人上好竹牌嘅以後，一下嘅天色改變。烏天暗天，恰風恰雨，一個雨水真像用刀way樣嘅，每叫全場就沉沒下去啊！不就講啊，其實咧講嘅話實現咧，所以不就講啊，當老阿婆全家人上好嘅竹牌嘅。全場將沉沒下去嘅時間，
羅阿婆看到族派嘅朋友同教人同教嘅，隨家討救命，也順勢將討救命嘅人同教嘅救起來，漂流向安全嘅陸地上去嘅。哎呦，有影哦！羅阿婆嘅心同樣我安好啊，一個。有經濟傳說之中啊，總白啊，講啊，經濟傳說之中，羅阿婆安全都會落去，同時族派嘅邊討救命嘅人同教會共下生活，教會當中心輔助，但係人沙田變黑，救命之恩。不離救命恩人，所以流傳一句話：烏通頭自出生救得，人救唔得嘅一個口舌嘅負心人嘅話，阿有話講啊，同好多話救糖咪救人，也一句話相同。所以我都講啊，一個故事也就是提醒大家。善事多做，壞事莫做。人害人疲勞力，天害人一百棍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唔咩唔報，時機忙到嘅道理一樣。蘇愛白同時講一個故事，有安道陳東京。中國冇東京啊，所以個飛台灣嘅故事，好最裏面旁白阿友伯，當認真聽蘇愛白講故，當阿友伯聽說咧翻頭一看，浪嘅下嘅富強，以及天內下嘅錯話慢慢嘅人，有點點嘅嚟聽蘇愛白。講故，蘇愛白講故也係有兩根米酒頭，一根飯頭，實啦長長，醉酒飯飽，當落槍，歸上救了無卡。以上就係一個有白話語文，改白話語文嘅文章篇改成一個戲劇片嘅一個優良，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一個參考，安尼嚇。在至於講法嘅中間，我有一個聯音師啊，張浩堂，人入面聯音師就帶下一個提示嘅呢一個大家可以個參考一下。以上感謝大家，希望大家感謝你，謝謝，再見。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